各位兄弟平安。伫咱头拄仔做伙来唱的诗歌，是一首咱足熟的诗歌，就是这好朋友就是耶稣。我家己咧唱的时有足深的感受，因为最近听到足侪兄弟姊妹，无论是家己，也是咱的亲人朋友，有足侪病痛，甚至是死死，甚至逐项的艰苦。伫头拄仔读经的时嘛，听到足侪兄弟伫遐哭哭扫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哎呀，即首诗歌真正互咱足侪安慰。虽然咱会拄着足侪人生的挑战，但是因为耶稣的疼，伊会替咱死伫十字架顶，搁活仰望，就互咱永远无欠缺、无完全的死志，互咱伫困难中继续还阁得到安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分享的是一个题目，可能咱拢听过足侪解，就是咱若要合一，就爱伫疼内底来合一。咱做伙来分享的进程，就做伙搁一摆压头来祈祷，将咱家己交踮上帝的手中，互咱会当明白伊的话语。主啊，将家己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愿阮伫遮恭敬要来读你的话语，要来理解你所教示的时，就互阮的心开阔，互阮的意志坚强，互阮有气力，无但也听了明白，听了理解，也有气力来行，互搁较侪人会安尼来看见阮是你三听大听堂的学生。安尼祈祷，安尼感恩，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是诗篇133篇，也就是一首上架的诗歌。上架的诗歌是要去圣殿来敬拜上帝所唱的诗歌。照圣经的传统，伊是大卫王所写的诗歌。大卫是一位足特别的国王，伊是一位对疼足敏感的国王。伊足爱甲上帝和好，伊嘛足爱甲众人和好，伊足无爱去有相杀的代志，伊足爱大家彼此和好，互相相疼。但是即个伫疼内底足敏感的国王，伊的人生有两个缺陷。第一，就是伊爸母迄个咱讲原生的家庭，原生的家庭内底，伊是嫁出来囝，伊是第8个查甫囝。伫以色列人的理解内底，7是上帝的数字，7就完全，7个查甫囝就安怎就真好。但是到第8个就虽然是稳上加稳，但是常常袂记哩。所以当撒母耳要去找这亚西的正囝的时阵，亚西却常常袂记哩有第8个囝。所以大卫自细汉就是爸母常常袂记哩的囝，常常袂记哩，就常常无受重视。咱即马囝儿足少，足歹想象讲一个爸母囝都袂记哩，这是虾米款的情形啊？第二个缺陷是伊的囝儿无够相疼，因为伊娶真济某，比雅各搁较济，就伊伫世间的年日，比雅各搁较短，也搁较苦。因为某伤济，毋是福气，是苦难甲灾难的来源。因为无共款的妈妈，就生出无共款心意的囝儿，无共款心意的囝儿，为着国政、国权，为着利益，为着意见，就互相相争，最后直到相杀。这是大卫王心内两个疼，爸母无重视，囝儿小态啦。这是偌尔大的缺陷。但是安尼对疼敏感的国王，伊的心内怎样看兄弟姊妹和好迄款的疼？伊就写了诗篇133篇。诗篇133篇，也是以色列人上架的诗歌。什么是上架的诗歌？就是以色列人为4位聚集伫耶路撒冷，要来献祭，要来
行到即个圣殿的一站一站一站要起哩的时阵，所唱的诗歌，通啊讲是一个朝圣者的诗歌，朝圣者之歌。安尼诗歌是为四面万万围雷聚集到耶路撒冷的众人的喙内底来唱出。所唱歌的众人，可能来自无共款的家庭、无共款的背景、无共款所住的所在、无共款的职业、无共款的生命经验，足侪无共款。但是这无共款的人，却发出共款的调，唱出共款的歌词。哪来哪济，哪来哪响亮，哪来哪往圣殿来聚集。即款的歌是偌尔好听，即款的歌是偌尔水啊！才会为四面聚集围雷的兄弟姊妹，其实是出伫同一个源头，敢毋是？因拢是阿伯拉罕的行行顺顺，因就安尼唱一个歌，共款的调来入去圣殿敬拜上帝。无但安尼，因中间有足侪人其实是亲朋好友啦，但是因为工作的缘故，逐项的理由煞住伫无共款的所在。一年3个节期，通啊入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。各伫遐做伙徛起，分享因的生活，彼此的交通。即款的景象，对犹太人来讲，是极水无比的一幅图，是无法度取代平安甲欢喜，是住伫个外口的人，寄居伫外口的人，心内上深的安慰。耶路撒冷，通啊讲，是犹太人上深迄个故乡的忧愁啦，最深的乡愁。所以犹太人若想故乡的时阵，因所发出的声音就是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！敢若讲耶路撒冷，心内就得到安慰。所以当伊到耶路撒冷，会当伫圣殿内底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即款极水无比、三听合一的景象，诗人用2个比喻来讲。第一个是抹阿伦头壳迄个芳芳的油；第二是黑门山顶的甘露。第一个比喻是讲到阿伦就是第一个祭司受抹油的时阵的迄幅图。咱毋好袂记哩，抹阿伦的是啥物人？就是伊的弟弟摩西啊。所以即个抹油有3个意思。第一个是讲到阿伦做祭司接受圣职神圣的职分；第二个是因兄弟伫遐三听至亲；第三是咧讲即个阿伦，毋是敢若阿伦尔，也是所有的祭司献祭伫上帝的头前，献祭伫上帝的头前，互众百姓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合一敬拜，迄个极水无比的代志。安尼敬拜，即亲像迄个上好的油，芳芳的油，会当灌压伫咱的灵魂内底，互咱会当发出基督的香味，互咱伫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欢喜唱歌的时阵，别人就看见咱是基督的学生啦。水无比、香无比的油，就有基督的香味。第二个比喻是讲到黑门山，黑门山是巴勒斯坦上悬的山，超过2800公尺。伊互3项物仔来灌压，所以每年每个月就伫遐有真侪食物来生长。伊互水、互雨、互露水来灌压。其中热天迄个露水，毋是雨水，露水就
变做迄个真热、真干燥的时间内底，真水的水泉，互伊整个的山顶拢有真好的植物生长，就诚侪人类、诚侪济动物会当来养饲的来源。无当黑木山家己好，伊阁会当诚侪流落地下，诚侪地下水，就诚侪约旦河的水源。约旦河就流啊流啊，直直流出去，流到200公里以外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群。锡安山群也因为安尼，就真侪的食物来生长，互耶路撒冷的正百姓有真好的养饲。即款的比喻意思真水，伊是讲咱做兄弟姊妹，若咱会当合一来敬拜、合一来服侍的时阵，毋是干那咱家己的灵魂就得到管压、得到更新，连咱的性命也会多产丰富啦。搁较重要的，因为咱性命会多产丰富，就诚做搁较侪人的祝福。所以黑门山的水就诚做锡安山的祝福，黑门山的水就连锡安山群的食物也得到管压。这是我尔水的祝福，这就是阿伯拉罕的福气，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福气。无但安尼尔，短短3节诗篇133篇，搁讲一个搁较大的福气，就是上尾一句，伊讲：让咱三听和睦来徛起的时阵，就上帝要大大赐福。什么款的福气？就是永活的福气啦。这个永活的福气，毋是咱会当无搁惊吓死亡，会当有永远的活命内底。伫永活内底有一个甲合一共款的福气是啥物呢？就是咱会当伫永活内底，甲咱所听的上帝，甲咱所听的正兄弟姊妹，甚至咱伫地面上捌用目屎来送别的兄弟姊妹，伫天顶搁一摆聚集，伫遐永永远远三听合睦来徛起。这是我尔大的祝福，我尔大的欢喜甲平安啦！有永活，搁伫永活内底继续甲咱的上帝，甲咱的正兄弟姊妹做伙徛起，遮尔水到安尼。所以诗篇133篇是一首兄弟姊妹三听和睦的诗歌，是合一的诗歌。但是咱若进一步要来讨论合一的时阵，就爱为合一毋是啥物来讲起，爱为合一毋是啥物来讲起。首先，合一毋是统一啦，合一毋是统一，毋是统一咯，毋是讲逐个人拢听我的意见，毋是逐个人拢听我的意见。毋是 We all agree with me 啦，绝对毋是统一。因为合一毋是照一个人的意思来行、来想、来行动，因为安尼就变做统一，然后统一会变做啥物？会变做独裁啦，是独裁哦，毋是独裁哦。独裁就毋好，但是对另外一方面来讲，合一嘛毋是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足侪人即马足爱讲的，足安怎讲？自豪的说，讲我们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共识。阮彼此尊重，所以阮有一个共识，阮永远至少有一个共识，就是阮完全无共识啦。即款的共识无意义，因为完全无共识的一群人，就是伫一个团体内底的陌生人，因无关系，无彼此分享的代志，就无法度同工来服侍。所以
合一毋是统一，合一嘛毋是各行其事，嘛毋是咱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完全无有共识，安尼尔。咱若对诗篇133篇来看，啥物是合一，咱就搁较深的体会。咱看见即群去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上帝的以色列人，因所来所在、所寄居的所在无共款，因的支派无共款，因的家庭背景无共款，因的知识学历拢总无共款，因的生命经历无共款，因的职业工作拢总无共款，因的人数也无共款。但是因为因相信共一位上帝，因服侍共一位上帝，几若千年来，国家存亡，人散人自集，犹原是一个民族，犹原是一个敬拜共一位上帝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啦。这就是合一真正意义。合一是多元中的合一 ，Unity in diversity， 多元中的合一。因为伫即款的合一内底，咱就会当体会佮保持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迄个独特性、歹读独特性、独特性。因为咱是独一无二的创造，每一个人拢无共款。因为咱无共款，就会当发挥咱每一个人上帝特别要互咱做的代志，特殊的功能，来互咱的教会、互咱的团体，更较得到福气，更较提升，更较扩展。也安尼，咱伫互相成做集体的即款服侍内底，咱会当尽咱的本分，佮互相帮衬啦。所以团体内底的联合，毋是一款加法的关系，1+1=2，是一款乘法的关系，是2×2=4。两个人变成4倍，变成8倍，变成100倍，变成1000倍，就咱会当变做乘法的关系。更较重要，透过上帝来得到提升，变做一款互相提升的关系。因为安尼，咱建立伫上帝，也咱就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啦。这就是使徒保罗伫罗马书的教示。伊讲，咱是一个身躯，但是咱是无共款的体，无共款的体就无共款的用途，无共款的功能。咱遮尔侪人，拢伫耶稣基督内底，正做一个身躯。佮互相联络，正做集体，也是安尼啦。但是咱讲，咱拢无共款呢，咱意见无共，咱生做嘛无共款，甚至是同卵双胞胎，因为成长最后无共款，嘛愈来愈无共款。安尼，咱要安怎来和睦徛起？咱要安怎来合一来敬拜上帝，来服侍众人？甚至咱看咱的囝嘛无共款，所以我常常爱讲一句话吼：咱若看见囝好的时阵，欢喜甲懊恼的时阵，常常是因为伊造成咱家己的时阵。但是咱若伫咱的另外一半，就是咱的阿那达、咱的太太、咱的先生顶面有一寡感觉有气格的所在，咱无介满意，常常放踮祈祷内底的部分。咱嘛会常常伫咱的囝儿顶悬看到迄个代志，然后就会毋知安怎足生气。所以若囝咧犯错的时阵，咱会讲：你看，这就是生恁爸爸也是恁妈妈，所以才安怎。嘿，囝就感觉足无辜的。恁两个大人要冤家，毋好甲我拖入去。所以咱拢感觉甲家己共款上好，甲家己无共款的就较无遐好。所以咱要安怎会当和睦来做伙徛起，彼此来合一的？毋是因为咱意见相共，毋是甲咱生做共款，毋是咱拢总共款，却是咱拢有共款的一个疼。
就是耶稣教示上大的诫命，就是疼上帝，佮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个上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会当合一的关键所在。因为受造无共款，受造多元，咱逐个人拢无共款，咱的认知、理解、意见、做法，拢一定无共款。若靠遮的无共款，却无听的时阵，就会变做真大的破口。所以伫咱头拄仔读的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的1到3节，安尼讲，若咱有学术，咱有才捌，咱会当讲侪语言，咱会像天使共款聪明，但是无疼心，就对家己甲对别人拢无利益，就变做空空。搁伫雅各书第2章安尼讲，若咱对财物迄个冷冷的人物，冷冷无温度的人物，搁无法度来实践咱所相信的，也欠缺听的能力的时阵，咱就甲魔鬼无啥物无共啦。因为雅各书安尼讲，魔鬼嘛捌上帝啊，魔鬼捌徛伫上帝的头前做天使，敢毋是？伊捌上帝比咱捌足济啦，通我讲捌甲有剩，但是因为伊无法度疼上帝，也无法度疼别人，伊就无阁是天使，无法度继续徛伫上帝的头前。所以一切的关键拢伫疼这字内底。也因为安尼，约翰卫斯理这个18世纪足重要的神学家，伊就将马太福音登山部分内底迄个完全，咱爱完全亲像天父完全，这个观念，甲约翰一书迄个完全的疼，约翰一书讲到真多疼，最后讲到迄个完全的疼，来结连来解说。伊讲教会合一，就是迄个大公精神的 Catholic Spirit。咱伫个别信仰使徒圣经一定讲到即句，有无？咱讲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华语安尼讲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。迄个公就是大公的教会，普世合一的教会，是因为咱起造家己伫上帝的厅顶面，咱有对上帝迄个完全独一无二、完全的听的时阵，就会用即款听来疼厝边，亲像家己。所以约翰卫斯理讲，第一个诫命上头的诫命，甲第二个诫命是一个诫命，毋是一疼上帝的疼是一款疼，疼厝边亲像家己是一款疼，共款一款疼，伊有两个面相，一个是疼上帝，然后活转来到众人的面前，就疼众人，亲像家己。亲像上帝捌疼咱共款，这是共一个疼，有两个面相，就是上大的诫命。因为安尼，咱就会当完全疼上帝。因为完全疼上帝，就完全归属伫上帝。因为完全归属伫上帝，就会当完全降服连接伫咱的主耶稣基督，成做一个身躯的百体。卫斯理进一步安尼解说，即款的疼，因为互咱叫上帝完全的吸引，疼上帝一个尔，就会当继续来成长，也靠圣神的帮赞，成做圣洁无瑕疵，完全亲像咱的爸共款。我常常爱有一个比喻来讲即款完全的疼，因为咱会常常讲，哪有可能我会疼一个对象？完全到这个地步，其实咱常常伫安尼听，敢毋是？因为咱咧恋爱的时阵，咱会常常讲一句话，有无？咱会讲：我的眼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咱的眼里只有咱所听迄个人尔。那亲像规个宇宙拢无个存在，干那咱所听的迄个查甫囡仔，也是查某囡仔，咱会疼伊较个目睭内底。面庞内底醒起来嘛是，拢甲咱疼伊一个。
所以咱伫婚姻的代志来誓约讲 I do， 我愿意，迄是真正的，真正疼伊到一个程度。若咱会当疼咱的另外一半，就是咱的生命的同伴，咱的太太，咱的先生，到安尼程度的时阵，咱怎样袂当安尼来疼咱的上帝啊？咱就会当讲主啊，我就干那疼你一个。即款的疼，就互咱会当完全来疼上帝，也完全来合一伫耶稣基督内底。因为即款深深的疼，就会当互咱疼咱的兄弟姊妹到一个程度。当咱的兄弟姊妹咧服侍，佮服侍了真有成就，真唱歌真好听，服侍真水的时阵，咱会心内两种酸啦。啥物叫做心内两种酸？对家己感觉真心酸，因为感觉家己无法熬，家己较含慢，就心内心酸啦。那像食檸檬共款，佫有另外一款酸，看别人伫遐成就，拢足酸。所以咱就袂心内两种酸，咱会足甜的，甜到一个程度，咱为对方足欢喜，毋是为对方欢喜尔，讲啊。真正好，有遮尔好的才能，遮尔好的恩赐，通服侍上帝。咱搁较为着上帝的角度、基督的教会，因为安尼就有搁较大的荣耀，也搁有因为搁较侪人，因为咱的兄弟姊妹的奉献甲服侍，得着造就，得着启造。因为咱的厝边头尾，看见咱的兄弟姊妹遮水的服侍，彼此相疼、互相帮赞的即款的服侍。就看见咱是主疼的学生，咱就归荣光上帝。即款的疼，互咱的酸酸，互咱的甜甜啦，亲像血门的甘露，甜到怎样？佮因为安尼，咱有完全，咱有相同共款，咱有对上帝遐来神圣的疼，就会当合一。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内底，彼此相疼，互相帮赞，众人就安尼认捌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。基督也因为教会合一，成做一体，成做圣洁无瑕疵，来得到荣耀。这就是教会上伟大的异象，就是甲大诫命、甲大使命结连的异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咱透过疼上帝、疼人上大的诫命，来达到宣告普世宣告的大使命。佮讲一解，就是用实践大诫命来达到大使命的目标。人看见咱是基督徒，毋是咱足聪明、足古锥、生做烟头佮美丽。毋是咱穿了水、唱歌好听，人看见咱是基督徒，是基督的学生，是因为因所无法度达到迄个彼此相疼、互相合一的迄款的境界。这就是上重要的代志。上帝捌应允咱，若咱听候摇花上帝，咱就顶头得到快乐。咱要亲像鹰鸟飞到上悬的所在，咱走无野线，咱行无失去快乐。啥物是鹰鸟的眼界啊？有人讲，鹰鸟是一款足特别的鸟啊，伊会当垂直飞翔，所以当安尼直接飞起去。啊，伊若要掠伊的迄个食物的时阵，伊是直接落来。所以迄个狩猎，迄个，无论是鸟鼠也是其他的。蛇啥无法度去预防，因为伊直接就紧紧落来。啥物是鹰鸟的眼界？就是咱会当飞较悬，看较远。所以咱的眼界无过是2D 的啦，咱是3D 有无？咱是一个立体、有高度的眼界。那咱会当飞较悬，看较远，就咱有全盘观照的能力。咱有更高远的意象，咱会当看到全景，咱会当有高悬远
的意象，咱就会当搁较重要的，咱会当看较远，看较悬，咱就飞较悬，看迄个细节，无重要的细节就无遐重要，咱袂足计较的。因为鹰鸟看车嘛，敢若狗遐；看人嘛，敢若家纸，拢无介大，所以伊看的是大片的代志，是大的代志。伊袂因为人甲人无共款的细节，就感觉心内哀摇啦。人讲吼，人若甲人要无欢喜哦，啥物代志拢会当无欢喜。咱常常听见一个例，就是讲夫妻若咧袂好势，连迄个用迄个迄起锅的迄个形，放迄个起面的迄个位，拢会当相冤家。所以咱也会当放下遮有够无重要的代志，看较悬，飞较远，咱就会当看到大项重要的代志，咱就会当无搁计较，咱就会当包容遐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事。即款的眼界，就是天空的眼界，就是属天的眼界，就是永远的价值，倒来看现今的代志的即款眼界。即款的眼界，就会互咱有上帝的眼界，就会当成做上帝罗卜的眼界。咱会当看到上帝看到的代志，咱就成做伊忠心佮长命的罗卜啦。但咱会当安尼看待万事万物，看待咱家己，看待兄弟姊妹，咱就搁较容易会当伫听内底来成做一体，互相合一。咱伫听上帝心情内底合一，咱伫听教会心情内底合一，咱伫听兄弟姊妹，听厝边亲像家己迄款心情内底，甘心乐意放散家己，甘心乐意来合一服侍。即款完全的听，完全的合一，就是咱咧唱歌条件上帝入去到圣殿来献祭的时阵，会当献落上帝上水、上贵气、极水无比的礼物。咱完全的听，完全的合一，就是咱进入圣殿，亲像咱即马共款来调祭咱的上帝，会当献落上帝上水、上贵气的礼物。所以，一个合一的教会，伊就会深深体会使徒保罗安尼的教示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2章安尼讲，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，也有侪体，个身躯的体虽然多，拢是一个身躯。基督也是安尼，因为咱众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也是希利尼人，做奴才也是自由的，拢捌受洗礼，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，也捌拢总啉伫一个神，因为身躯毋是一体，是一体。所以，因为安尼，咱就会当讲，我无因为无共款，讲我无欠用你，头壳也袂对骹来讲，我无欠用恁。毋若安尼，身躯才会体看做较软正的，佮较袂画着的，咱就会当看做身躯较无贵气的，咱就装塔伊，互伊尊贵；较无文雅的，就互伊较文雅。因为咱文雅的体就无所欠缺，独上帝调和身躯，伫有欠缺的，要互伊搁较尊贵，免伫身躯无相合，是互因百体平平相眷顾。若一体受苦，就百体同受苦；一体受荣光，就百体同快乐。这是圣经内底真有意思的一段话。我常常讲，这是一段足好理解。咱歹势讲，咱伫内底有倒一句咱听无清楚，也是听袂明白。但是咱拢会感觉，这段圣经是上歹实践的一段圣经。咱毋是讲咱无共嫌就好，伊则毋是安尼教示。因为
别人较软食，咱毋好共嫌就好，毋是安尼讲哦。伊是讲，若另外一个兄弟姊妹较需要、较软食，咱来分咱的贵气、咱的体面、咱的荣耀、咱的快乐，咱所有的甲伊分享，互伊平平得到体面、得到贵气、得到荣耀、得到永壮共款。哈，有困难呢。我的荣耀，我享受都无够呀，我爱分工济互别人，甚至较济互别人，这是偌尼啊无简单的代志啊。但是，若咱会当安尼，就伫内底，咱为着受苦的人当受苦，为着受荣耀的人当欢喜，就人看见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。我要用一个故事，甲咱做伙来分享兄弟姊妹三听的典范。18世纪，我头拄仔讲迄个约翰卫斯理，伊甲伊的弟弟 Charles Wesley。Charles， 我毋知影要哪翻做台语，叫做查尼斯吗？无啥对，所以我也是叫伊 Charles， 安尼较好读。因两个是足无共款的一对兄弟，但是因拢是18世纪英国教会足重要的神学家，甲教会的领袖。即对兄弟足无共款的。约翰卫斯理是我上意爱、上欣赏的一个神学家，因为伊甲我平悬，拢157公分尔，足细粒子的。人讲查某囡仔细粒子是古水点，我毋是讲我家己古水，但是查甫囡仔若157公分，我嘛毋知要讲啥物较好，有较困难形容。即两个兄弟足无共款的。约翰是一个足谨慎、足温和、组织性的领导者。伊咧计划代志是巨细密，逐个细节拢计划甲好势好势。有足好的教会组织的才能，伊足有创新的计划教会逐项的事工。但是伊个性冷静，所以伫顶头生的迄个经历内底，伊伫日记内底安尼写讲：我心中异样温暖。伊心内感觉特别的温暖尔。我第一摆读即段的记载时，感觉足无味的啦。咱若讲咱顶头生的即个经历，拢袂安尼讲，敢毋是？咱会讲啥？我心内足感觉火热，亲像火倒在烧。后人讲伊足温暖的，烧气烧开的嘛，足温暖的啊。顶头生的即个经历，敢亲像安尼定呢？所以伊的传记的作者安尼讲，伊讲吼，约翰卫斯理是一个一世人拢无煮滚的水啦，干那温温尔，无煮滚过。伊是温温尔，永远是冷静组织的领导者。足细汉，生做无解特别，普普尔。弟弟 Charles 完全无共款，咱看即张图，倒边即个就知有水无，有缘投无，目睭大蕊大蕊，面冠如玉，有水，大汉高墙大汉，搁水水缘投啊送。无共款，伊阁是一个足 sentimental 的诗人。18世纪上重要的英国的圣诗的作者，写歌词的就是 Charles Wesley。伊一世人写差不多1万首的诗，所以伊伫英国内底，咱讲是英国18世纪上重要的3个圣诗的作者，就是伊甲伊萨华克甲牛顿3个人。即位足缘投的人，甲伊的哥哥 A 啊无共款。约翰生做 A 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因早期伫传道理的时阵，受到足侪人的，毋是欢迎哦，是昆毒。足侪人因伫外口报道的时阵，就入去到信徒的家，放火烧信徒的家，佮抢内底的财物，抢内底逐项的好物。足侪人来听因讲道。是炸迄个茶箍、炸石头来的，毋是要甲因鼓掌欢迎，是要甲讲，要甲牵。就即款足困难的内底，约翰生做细粒子就发现伊的好处，因为逐个若看到
因几啊个同工伫台仔顶的时阵，就讲啊，来牵迄个上悬的，佮生只烟斗的，迄一定是约翰卫斯理，所以大家拢牵毋着人，拢牵着 Charles。所以咱若看约翰的即个日记，就看见常常记载讲感谢上帝。今仔日虽然有足侪人炸即个柴苦甲石头来，石头飞来飞去，但是拢无牵着我。当然嘛，拢牵无牵着伊，因为拢牵着伊边仔迄个较大汉的 Charles。所以 Charles 结婚了后就无爱出外报道，伊讲哥哥，你出外报道就好，我顾厝。少年时去互牵了，有淡薄惊着。即对兄弟安尼，虽然个性足无共款的，生做若像毋是共爸母，其实是共爸母生的，因却会当为少年伫大学内底就同工将近70年，70年哦，自细汉就做伙同工将近70年。因所领导的教会对无一个人拢无，到诚做英国人口的1.5%，1.5%度伫遐内底。因所差派去到美国，迄阵仔是美洲的殖民地，后来变做美国的遮的宣教师，也伫遐起造教会。1世纪了后，就是19世纪的中盘的时阵。就诚做美国上大的教派，美国卫理公会。怎样好的合约，怎样好的服侍啊！但是1788年，迄个去互牵了较厉害，身体较歹，弟弟 Charles 就过身。过身了，有一摆伫主日礼拜内底，主日礼拜就约翰讲道，讲了的时阵，诗班就唱弟弟 Charles 所写的圣诗。这个圣诗的主题是讲到雅各甲天使伫遐相演，相演了天使离开，伊就单独甲上帝做伙的情景。歌词安尼讲，歌词安尼讲，我真正的同伴离我远远去了，上帝啊，敢若剩我甲你单独做伙。我真正同伴离我远远去了，上帝啊，敢若剩我甲你单独做伙。My company before is gone, and I am left alone with thee。诗歌唱到这，年老的哥哥约翰想起甲你同工几啊十年，这个弟弟。想起伊已经离开以后，就坐落来大声啼哭，哭甲目屎流甲规身躯，哭甲亲像规个人要伫遐逼做两地共款，哭甲伤心甲无法度讲话。礼拜堂内底，所有兄弟姊妹一片安静，无人出一个声音，若亲像无人喘气一样。众人伫遐，甲即个年老的牧者做伙来经历，伊失去至亲，失去同工，迄个深深的哀伤。因为毋是约翰失去伊的弟弟，也是整个的兄弟姊妹失去因一个老的牧者，就是 Charles Wesley。3年了后，约翰88岁。就离开世间，等于到上帝遐，等于到伊所亲爱的弟弟遐，做伙三甲组织，留下一个最后的一句话，就是讲：上好的事，就是上帝甲咱得的啦。上好的事就是上帝甲咱得的。The best of all is God is with us， 上帝甲咱伫地，无共款的兄弟，无共款的个性，无共款的才能，常常担保激烈沟通。啥物叫做激烈沟通？就是搭喙鼓啦。我常常咧看因的书信，因为一个人顾一个所在的教会，所以因无法度常常见面，就写批搭喙鼓。所以留了足侪搭喙鼓的批信伫内底，但是因安尼搭喙鼓，搁好好搭喙鼓，搁好好，却会当伫内底
互相分享，彼此合一，诚做咱搁一摆学习合一上水的典范。因为因的合一，就教会得到利益；因为因的合一，就兄弟姊妹得到起造；因为因的合一，福音就安尼传开，就起造了卫理公会，一个足大的教会。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我要伫遮问恁，也问我家己：你听你的主比这个世界较济吗？你听你的主比这个世界较济吗？你听你的牧师、你的长执、你的同工、你的小组长、你的区长、你的小组的成员、你的正兄弟姊妹、你的亲人、你的亲情50朋友、同学、同工、你的同事，比因的欠缺、因的软弱、因的错误，甚至因的跋倒较济嘛？恁听因比咱家己的自尊、咱家己的意见、咱家己的脾气、咱家己的固执较济嘛？咱敢有法度听因比遮的较深嘛？那咱会当亲像彼得足肯定来讲：主啊，主啊，你知我听到安尼。我听因比遮个搁较深，我听到安尼，咱就会当放落咱家己足下愧、足有限、足近视的看见，咱会当合适，互上帝迄个长看关心的听来充满咱就会当连接伫同一位耶稣基督，成做一个身躯，互相成做肢体。变做对方的帮赞甲代祷，人看见对方的需要、欠缺，甚至是错误甲跋倒的时阵，咱会讲：吼吼，我抓着啊！咱会讲：主啊，帮赞伊！主啊，帮赞伊！若我有啥物幸灾乐祸的所在，主啊，赦免我！就咱会当因为安尼三听。互世间人拢看起，咱是耶稣大疼痛的学生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你，互阮合一，互阮合一伫你疼痛独生囝，就是阮的救主，阮的主耶稣基督。十字架放杀家己的大疼痛内面，求你将阮从迄个破烂的家己的偏见、固执、下愧拯救出来，互阮会当三听和好，彼此帮助，互阮会当喙出稳定的话，手行好的事。求你的圣神继续提升更新阮。互阮会当靠稳定成做圣洁，渐渐完全，得到你的称赞甲欢喜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。